發生喺弱智人士嘅家庭慘劇，觸目驚心嘅。當時好迷茫 ，Why me？ 點解轉咗我呢？呼天搶地喊一輪咁。選擇入聯會咧，都其實好欣賞呢批家長咧，勇敢咁樣為自己嘅仔女去發聲。如果爸爸媽媽都唔幫佢爭取嘅時候，咁佢哋嘅福利去咗邊呢？大家好，我就係今次教育特輯嘅主持陳海恒。與其話我係主持咧，不如話我其實係同大家一齊透過呢個特輯，由不同嘅角度去認識智障朋友。所謂智障係指智能明顯低於一般水平，於成長期間喺適應行為方面會有不同程度嘅缺陷。按2008年嘅統計顯示，喺香港人口裏邊，大概1.3%係屬於智障人士，即係話100人裏邊就會有一位。如果咁講，即係話喺你同我嘅生命裏邊，我哋都有可能會認識到佢哋。當真係認識到智障朋友嘅時候，你願唔願意同佢哋做朋友？我哋又應該點樣同佢哋相處呢？不如呢一集，我哋一齊去睇下香港弱智人士家長聯會係一個點樣嘅組織，希望可以幫我哋了解多一啲啊！香港弱智人士家長聯會係一個智障人士家長自助組織，於80年代初期，智障成人服務嚴重短缺。1986年，一群智障人士家長意識到要向政府反映及爭取，先至可以為子女尋求出路。於是組織起嚟，成立家長小組。到1987年，正式成立及註冊為免稅非牟利社團。要認識呢一個成立咗24年嘅家長聯會，最好就係請佢哋嘅創辦人兼永遠名譽會長張廣智先生張伯同我哋細說從來。係話要成立一個社團，長遠咁樣向政府表達意見，一定要講到有錢。香港有一個叫做旅遊協會，每年就辦一次嘅食物節，就籌款，就籌得嘅款項咧，就資助俾香港嗰啲志願機構，但係未曾受政府資助嘅。東頭村事件就係嗰啲居民反對我哋嗰啲仔女入住佢東頭村嗰個宿舍。喺1992年跨到1993年，因為呢件事嘅緣故咧，一揀就揀中我哋。當時一班家長，大家很努力啦。當時政府嘅服務咧，實在又係好少，因為佢少嘅緣故咧，所以我哋家長嘅聲音一出，變咗容易引起人哋注意。喺1987年開始話成立個家長會咧，嗰個時候我哋唯一可做嘅工作咧，就唔係話上街遊行，唯一可以做嘅就係去嗰啲特殊學校。佢有一間西人嘅小學個校長話見到報紙有你哋嗰啲事登咗出嚟，打電話嚟要求我哋家長去同佢哋啲細佬哥講下嗰啲弱智仔女嘅嘢喎。咁當時我哋啲家長歡喜就係歡喜啦，但係弊啦，唔識英文嘅家長點識講呢？個社工就話好，我陪埋你去，我同你翻譯。咁你家長用廣東話講，社工就用英文翻譯。一個星期後咧，嗰個社工同佢哋講：佢話嘿呀，你哋真係抵讚啦！我接到嗰間學校嘅校長打電話，佢話好欣賞你哋嗰日家長講嘅嘢。佢話其中咧有一個女學生，佢嘅媽媽走嚟向學校投訴，佢話我個女以前翻學放學翻到屋企一粒聲唔出嘅，佢話唔知點解嗰日翻到嚟同爸爸媽媽講有一班家長去講嗰啲仔女點咁。嗰個媽媽破天荒見嗰個女開金口咁歡喜嘅咧，佢就打電話去翻俾個校長。當時我哋做家長嘅都覺得都有啲用，有啲成績，唔太白費。 80幾歲嘅張伯到今時今日依然堅持每星期最少2次親自到中心監察一切運作，對中心嘅職員同會友時刻送上支持同鼓勵。喺多次嘅訪問過程裏邊，我從來冇見過張伯有一絲倦意。由創立聯會至今24年，內心依然熱切，滿有憧憬同幹勁，讓我深刻體會到張伯係實實在在以關注智障人士福利、服務同權益為己任。聽過家長聯會嘅歷史，咁聯會目前嘅運作係點樣嘅呢？一班家長喺聯會裏邊又係擔當住咩角色呢？
跟住落嚟，我請到聯會嘅主席招莫慧英女士同我哋傾下偈。咁當然啦，香港弱智人士家長聯會喺可以俾我哋分享到香港智障人士嘅資訊啦。我哋大家家長可以互相用同路人嘅角色分享我哋嘅苦樂啦，同埋我哋大家可以互助啦，亦都有共同嘅力量對我哋智障仔女嘅權益啦，同埋監察我哋嘅服務啦。咁亦都我哋有唔同嘅幹事做唔同嘅崗位，譬如打電話啊、關懷行動啊、或者係探訪啊，或者做啲訓練啊。咁我哋都將我哋家長個所長咧，即係發揮出嚟。通常家長知道個仔女係有事咧，都係會經過幾個階段。咁之後咧就可能會要積極揾尋資訊啦。即係我哋條路應該係點行咧？咁呢度咧就家長會係可以幫到我哋啦。即係我哋有啲同路人可以將個經驗話俾佢聽，同埋香港嘅福利有啲點樣啊？將來有咩院舍啊，或者有咩服務啊？咁家長會咧都係有好大個作用咯。咁之後我哋亦都可以企出嚟啦，做下義工啦，譬如打下電話啦，做下關懷工作啦，或者 even 喺幹事會做下文書啦，或者我哋寄啲嘢入下信封啊，都即覺得自己對社會有種聯繫咯，同埋係覺得係有作用咯。我哋都有啲康樂活動等大家一齊聯誼。我希望咧就多啲人嚟行出嚟咯，跟我哋嗰個團隊咯。我諗係多啲人行出嚟，政府先會察覺我哋係需要多啲服務啦。咁亦都希望好多啲人嚟加入我哋做我哋承繼人啦。咁都希望我哋可以做多啲教育嘅工作咯，等社會人士知道佢哋除咗係我哋唔淨止係需要嘅，我哋都係有機會回饋社會嘅一面啊。我哋而家都嘗試從即係鄰近個社區做啲交流嘅活動啊，譬如係大陸咁啦。如果有機會，我哋同佢嗰度做啲分享嘅工作，希望大家世界大同。身為父母，知道自己嘅仔女一生裏邊，無論係工作、學業、社交，甚至基本生活，都會遇到比其他人更多困難嘅時候，父母們嘅心情同埋壓力係你同我都想象唔到嘅。而家長聯會正好成為一個俾佢哋互助互勉嘅平台，一齊建立更美好嘅明天。除咗一班家長之外，聯會亦有社工負責推廣教育工作以及策劃會務。跟住同我哋傾偈嘅就係家長聯會毅行者社區教育中心中心主任陳美華小姐。又最主要咧有3大嘅範疇嘅，咁我哋中心咧就會負責咧就去協助地區家長小組咧可以自行咁樣去營運到，同埋搞佢哋每一季嘅活動嘅。咁而另外咧咁就會有智障人士嘅發展啦。咁由於咧就我哋都好認同咧，其實智障朋友咧佢都有佢嘅優點嘅，亦都好可以發展嘅。只要我哋揾到佢嗰個即係長處嘅所在。咁另外咧最尾咧亦都係我哋最重要嘅一個社區教育中心嘅意念啦，就係入到一啲嘅主流學校咧去做分享㗎。期望可以由我哋嘅即係教育下一代嗰個嘅即係一啲觀念啊、一啲認識裏邊咧增加，咁令到佢哋更加接納到同埋認識到呢一批智障朋友真正嗰個潛能係喺邊度咯。我可以話俾大家知，智障人士真係冇樣睇嘅，佢哋有啲係可以好靚嘅，同埋智障朋友有分唔同嘅即係程度啦。我覺得我可以以我嘅力量同佢哋一齊去行呢條路。其實咧智障朋友咧並唔係話真係即係大家所認識嘅，即係一睇就睇得出嘅，因為有好多都係後天嘅因素引致智障嘅，咁所以咧佢樣子可以同大家都冇分別嘅。但係咧就好多時候啦，因為智障嘅人士咧其實兼有其他嘅一啲殘疾嘅，譬如唐氏綜合症啦，大家見到嘅肢體傷殘啦，其實智障朋友咧雖然喺嗰個主流嘅學習方面咧未必有大家咁強，但係佢哋喺其他嘅方面咧，我可以講話同大家唔輸蝕啦。咁所以即係你話智障朋友係咪好似大家見到淨係識得食、識得住、識得瞓咁樣就係智障朋友呢？唔係啦，智障人士嘅生活絕對可以同大家一樣係咁有價值嘅。智障人士嘅生活一定可以同大家融合埋一齊嘅。其實智障朋友有佢嘅優點啦，佢亦都可以喺社區裏邊獨立生活，亦都可以組織自己嘅家庭，亦都有自己穩定嘅工作。咁同我哋有咩分別呢？今集透過同聯會嘅永遠名譽會長張伯、主席招太同埋教育中心陳主任傾偈，我哋唔單止認識咗家長聯會，相信大家對智障人士家長要面對嘅困難同埋心情都多咗一份了解。
正如中心主任陳姑娘所講，智障係有分唔同程度嘅，好多輕度同中度智障嘅朋友一樣可以融入社會、獨立生活同埋工作，過住同大家一樣嘅生活。我會喺之後嗰幾集再訪問唔同嘅智障人士，佢哋嘅家人、同事或者朋友，等我哋一齊去睇下佢哋係點樣面對工作、生活、戀愛同埋婚姻嘅，又或者佢哋會唔會同我哋一樣都可以培養出一技之長，甚至有過人嘅表現呢？我哋下一集再見啦！千祈唔好對佢有抗拒，更加唔好表示討厭。佢哋係比較坦率嘅，咁佢第一見到你咧，佢實同你打招呼嘅，咁佢哋都好笑得好可愛嘅。咁你同佢哋打下招呼啊，你好嘛咁樣，咁俾啲耐心，俾啲愛心佢哋就 OK 噶啦。